爱问庄脚，同事朋友大家拢知影，要食酸影，找我就对啊。拄熟悉的朋友，若食着阮兜的酸影，拢学落甲会答志。我拢会骄傲的讲，阮兜是专业做事人。是的，专业这两字一定爱加起哩。做事毋是买几丛果子树仔转来种就有收成，内底眉眉角角是真济，而且农业技术一直进步，做事人嘛爱跟咧进步。我的爸母一路靠山影车用阮大汉，实在无简单。早期山影的品种无即仔遮济，较接看的有土山影、信心、海顿、爱文、万景。若要讲消费者喜意，销路上好，对农民来讲，价销较好、较稳定的山影，毋管是早前也是现此时，拢袂退流行的品种，就是爱文。阮兜40冬来，随时代进步，山坪顶的山影改过几啊摆，干那爱文拢无改变。爱文的皮衫是以红色为主，兼瓜仔紫色甲黄色，色水真喜气，嘛有人叫伊捧果酸。食起来甜度悬，阁袂贵，一粒量计约伫12两左右，一人食一粒拄好。爱文毋若台湾人喜意，外销去国外也真受欢迎。主要是销去中日韩三国，其中价销上悬的是日本，毋过药物检查上严的嘛是日本，所以摕到日本药物检查证书的山影百密安全。日本人无爱大粒的，较爱中斑、花衫水、甜度悬的。恁烦死会想，安尼药仔蛇较少的，就无需要。问题是爱文即种山影，抵抗力较歹，真熬着病，差不多10外工就爱转药仔。拄着落雨天，药仔就转愈少，一直转到山影套地仔为止。想要外销，用啥物药仔，就爱特别注意。万一药物检查无过，就拢去了了。台南遮的山影花期是春天，伫各种山影内底，爱文花算是较早开。即个时阵温度较低，网虫活动力嘛较低，佮加上爱文授粉的能力歹，无另外加持，爱文结果率会增加。做事人真巧，就去买猪血甲米糠，放伫山影园内，写好神兼饲好神。爱文浪花的时阵，山坪顶万千的雨神夜夜飞。我足惊即个时期去山影园，惊看到便所虫袅袅问。等到开始结果，除了蔬果，避免山影条伤济，营养分散，造成山影伤细粒。树尾加互通光也是重要的工课，因为爱文就爱曝日，皮衫才会红光光。毋过嘛袂使加伤光，无爱文会曝伤。万一山影伤重，树尾衰甲涂骹，爱赶紧用竹篙吐互悬。山影拄伫涂骹，就拍算去啊。爱文麻烦的，毋若遮的，其他的山影拢会使青青就加热，放互规堆，中午放电图放互黄，会使根据天气甲价销超测采收的数量。干那土山影参爱文，一定爱挽在丛黄。你若用磅的，食起来是差不离啊济。
即个特色造成的影响会使分两方面来讲。第一方面是伫爱文套地仔的时阵，爱文黄到一个程度，就会对树顶落落来，所以包山影的时阵，地头的烟线一定爱加互暗。山影落落来，地仔会牵制山影的重量。若烟线加无暗，山影对山壁顶连落来，绝对害了了。第二方面是伫采收期，毋管透风也是落雨，价数是好也是歹，山影黄啊，就爱挽。尤其山影大出是伫歇热，风台长济，有一斗风台来，阮全家穿雨满，透雨挽山影。花亭要过桥，溪水已经开始满过桥面。阮老爸驶车硬冲，我坐伫车斗顶，我要惊死。三不五时，有人来请教阮老爸种山影的秘诀，伊拢会甲人讲，千万毋通种爱文，工课真杂某，种伊年岁大啊。阮三个囡仔嘛大汉自立啊，照理来讲会使退休咯。毋过伊毋甘山影无人照顾，山坪趴远，嘛是一直咧做事。伊上欢喜的代志，就是人讲伊的山影好食，会使外销日本的声数悬。因过阮爸母靠爱文起家。即马爱文是伊自我价值的展现。